爷爷在那个样吃。今天来客人，再打打孩子。抓几个吧，爷爷。别吃了，出来。Mağdan semirip dur ha. 几袋糖了，爷爷。Neyi geldik misin ya? Hava. Hasta. Kaiser, 我去打龙车。Hey Rafkat, lay. Churro. Çiro. Ha, maşan koçu. Ay呦，太香。除了嘛，这是。熟了，应该。孩子，赶去。哦，熟了。啊，给我这熟了，爷爷。咻。爷爷吃。好。来，Rafkat。谢谢。爷爷吃吧。放心吃多一点啊，爷爷。太远了，这个肉。啊，对，一只羊的羊。哎，对，来，多吃一点。哎，大爷，看到了没有？刚做了个烤全羊，你来不来？给我留一点，我刚下车了，晚上过去。好。好。可以，对不对？一点大爷家吃爷爷。来吃爷爷，来吃。